大家好，歡迎收睇財經大排檔。香港樓市已經唔再係以前嗰種玩法，商場、寫字樓已經唔一定容易租、容易炒、容易賣。咁香港下一步靠咩揾錢？答案可能係將收租資產重新包裝成金融產品，擺翻入市場，再賣多一次。問題係呢個玩法係幫普通人分散風險，定係將舊資產故事換個包裝再推俾市場？今集唔係教你買房託，而係想講點解香港連收租呢件事都開始要金融化。以前香港係一個好典型嘅磚頭社會，買樓對香港人嚟講唔只係投資，某程度直情係一種信仰。但係去到而家，真正值得留意嘅位係磚頭仲係磚頭，但賺錢方法已經唔再係以前嗰套。以前係成層樓、成間鋪、成個商場咁睇，而家係拆細、管理、包裝，再擺落市場重新定價。香港可能正由一個賣樓嘅城市，慢慢變緊做一個賣資產故事嘅金融平台。香港人對樓一啲都唔陌生。你未必買過樓，但係身邊人成日講樓價升跌。就算你唔係業主，但係一定感受過租金壓力。你未必有商場鋪位，但係日日都可能經過商場食飯、買嘢、嘆冷氣。以前我哋會當呢啲係實體物業，但金融市場會問另一套問題：呢個商場一年收幾多租？租戶穩唔穩？空置率高唔高？如果拆開一份份賣俾投資者，又值幾多錢？去到呢一步，磚頭就唔再只係磚頭，去變成現金流、估值、收益率，變成一個可以擺上交易所買賣嘅金融故事。今次政府再講優化房託制度，表面睇好似只係金融市場入面一個好細嘅調整，例如將房託納入互聯互通，便利房託私有化或者重組，仲有幫準備上市嘅房託寬免部分非住宅物業轉讓印花稅。聽落去好技術，甚至有少少悶。但如果放翻落香港呢幾年嘅大環境去睇，你就會發現佢唔只係技術調整咁簡單。香港而家唔只係想做股票市場，政府近年不停講資產管理、財富管理、基金、債券、人民幣、數碼資產，而 REIT 其實就係另一條產品線。佢講嘅唔係新科技，而係香港人最熟悉嗰樣嘢——地產。只不過今次唔係叫你買成層樓、成間鋪，亦唔係叫你自己做收租佬，而係將一堆收租資產包裝成基金，再擺落市場交易。意思係將實體資產搬入金融市場，再定一次價。今集大排檔小知識就先同大家講下房託，即係 REIT。最簡單可以咁樣理解，假設有一個大型商場，每個月都有租戶交租。普通人買唔起成個商場，甚至連一間鋪都未必買得起。但係如果有人將呢個商場擺入一個信託基金，再拆成好多細份，擺喺交易所買賣，你就可以買入其中好細一份。你買嘅唔係一間鋪，而係一份收租資產嘅收益權。如果租金收入穩陣，扣除咗成本之後，仲有錢分，房託就會派息俾投資者。同你直接買樓收租最大嘅分別係，你唔使自己揾租客，唔使追租，唔使搞維修，但係你亦都冇得控制間鋪點樣租，租俾邊個，幾時賣或者幾時翻新。所以房託唔係細份嘅樓契，佢更加似係你買咗一份由專業管理人打理嘅收租故事。聽落去好似幾吸引，不過最後都要睇一件事，底層嗰件資產係咪真係生到現金流出嚟？呢度可能有人會問，咁房託同將物業按俾銀行又有咩分別？咪又係將啲磚頭變錢？分別好大啊！假設一個發展商手上有個商場，如果佢將個商場按俾銀行，本質上係用物業做抵押，問銀行借錢，個商場仍然係佢嘅，租金照樣由佢收，但佢要還本還息，還到件資產仲喺手，還唔到，銀行就可能 call 窿接管，甚至收樓變銀主盤。但係房託唔同，房託唔係問銀行借錢，而係將個商場嘅收租能力包裝成產品，直接問市場攞錢。所以最簡單分別係按俾銀行，係銀行相信你還得到錢；房託係市場相信你堆資產未來仲有租收、有息派、有價值。以前係一間銀行睇完你件物業，決定借唔借錢俾你，而家係成個市場一齊睇住你件物業，決定你個收租故事值幾多錢。呢個分別正正就係香港資產世界玩法改變嘅地方。點解香港而家要再推套玩法？其中一個原因係香港金融中心都要揾新收入來源。以前香港最有威力嘅幾條線，好多人都熟：新股上市、樓市升值、銀行資金流，再加上香港一直係內地同國際資本之間嘅中轉站。但係呢幾年情況冇以前咁簡單啊！新股市場時熱時靜，住宅樓市亦冇咗以前嗰種賣咗就實升嘅信仰，商業物業就更加現實。寫字樓空置
零售模式變咗本地人北上消費，公司縮細辦公室，全部都會影響租金同估值。REIT 嘅功能就係將原本又重又大又難買賣嘅資產變成一個上市產品，業主可以將鎖住喺磚頭入面嘅錢拎翻出嚟，投資者可以買到一份租金收入，交易所有多一類產品可以開檔，基金經理、律師、會計師、估值師、投行通通都有生意做，呢個先至係背後真正嘅生意。香港未來賺嘅未必只係炒樓錢，而係管理資產、包裝資產、發行產品、做交易、收費用、做平台嘅錢。更深一層咁講，房託對於啲大業主、大發展商嚟講，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功能，叫做資本回收，英文係 capital recycling。一座商場、一座寫字樓，帳面上可能值好多錢，但同時亦都鎖住咗好多資金。資產值錢唔代表你手頭上有現金可以用。如果透過房託將部分收租資產擺入市場，大業主就可以套現翻一部分資金，用嚟減債、投資新項目，或者轉去啲回報率更高嘅地方。所以房託對大業主嚟講唔止係賣樓咁簡單，有時佢更加似係一部提款機，等佢哋可以喺啲舊資產度抽身，去玩下一場更大嘅遊戲。呢個位亦都解釋到點解收租資產金融化唔只係投資者嘅事，佢同發展商點樣減債、銀行點樣睇風險、香港點樣繼續做資產管理生意，全部都拉埋一齊。不過講到呢度，大家都要小心一件事，房託並唔係咩魔法。一個商場擺喺條街度叫商場，擺入房託入面，佢都仍然要面對租戶、人流、租金同埋翻新成本。一座寫字樓擺入上市產品入面，佢都仍然要面對空置率、續租壓力、企業需求同埋借貸成本。例如大家最熟嘅領展，佢以前幾乎係香港收租神話嘅代表。最好景嗰陣，股價曾經接近100蚊，但近年股價明顯回落，已經同高峰期差好遠。你唔需要好複雜咁計，單係呢個對比已經好清楚。以前市場願意用接近100蚊去買一份社區商場收租故事，而家同一個故事，市場願意俾嘅價已經低咗好多。社區商場聽落穩陣，但零售結構變，本地消費習慣變，更多人北上消費，最後都會反映喺租金、估值同股價入面。又例如一啲偏向寫字樓同商業物業嘅房託，核心區寫字樓以前有光環，但而家混合辦公，公司縮細面積，金融市場冷熱，租金回落，全部都會令個收租故事打折扣。所以問題唔係 REIT 呢個殼高唔高級，問題係個殼入面裝住嗰件資產到今日仲撐唔撐得起個估值先。對於普通香港人嚟講， REIT 有冇吸引力？有嘅。尤其係對於一啲覺得直接買樓門檻太高，但又想接觸地產收益、收息產品，或者想分散投資嘅人嚟講，房託確實有佢嘅位置。你唔需要幾百萬首期，你唔需要做按揭供樓，你可以好細份咁買入，亦可以好細份咁賣出。聽落去比起買樓輕鬆好多，但係輕鬆並唔代表冇風險，尤其係喺高息環境或者定存息率仲係有吸引力嗰陣，房託就要同其他低風險產品比較。普通人可能會睇呢隻房託派幾多利息，但係專業投資者會睇多一步，佢比定存債券多出嚟嗰少少回報夠唔夠補償背後嘅風險？例如一隻房託派5厘、6厘息，但係定期存款都有4厘，咁多出嚟嗰1厘、2厘，係咪足以補償你要承擔嘅價格上落、租金下跌、估值調整同埋槓桿成本先？即係話房託唔係派息高就一定抵買，你要睇佢比低風險產品多出嚟嗰少少回報夠唔夠你食得落背後嗰堆風險。房託最常見嘅風險不外乎就係息口風險、租金風險、估值風險同埋槓桿風險。所以收租證券化唔代表普通人一定有着數。香港房託市場過去點解一直唔算好爆？因為選擇唔算多，資產類型亦都相對集中。大家一諗起房託，好自然就諗起商場、寫字樓、零售物業，個故事未必夠多元化。相比之下，新加坡房託市場發展得更成熟，資產種類更多，市場認知亦都更高。香港雖然有國際金融中心普通法制度，連接內地資金同埋專業服務優勢，但係產品深度、資產種類、流動性同埋市場胃口仍然係要追。今次政府優化制度，確實可以令重組同上市方便啲，亦都可能令更多資產持有人考慮用房託方式，將鎖住喺磚頭入面嘅錢拎翻出嚟。但制度只係幫市場鬆一鬆綁，至於資金會唔會真係入場，仍然要睇資產質素、租金前景、估值水平同埋投資者嘅胃口。
如果件貨本身唔夠吸引，包裝得再好，都未必有人願意埋單。所以香港推房託真正值得留意嘅，唔只係多咗一個投資產品，而係香港嘅揾錢模式可能又去到一個轉彎位。房託就係其中一種做法。呢個玩法對香港嚟講可能會越嚟越重要，因為香港未來賺嘅未必只係樓價升幾多，而係資產點樣被管理、包裝、交易同重新定價。但對普通人嚟講，最重要唔係追住每一個新產品走，而係睇清楚自己到底想要嘅係資產升值、穩定現金流，定係保留選擇權。最後想問大家，如果你而家手頭上有50萬，你會點揀？係繼續儲嚟做買樓首期，定係買入房託基金收息產品，分散去買幾份收租故事？又或者你會話今時今日梗係 cash is king？ 留言講下你嘅睇法。今日嘅內容就去到呢度。如果想睇我哋嘅其他影片，可以留意屏幕上嘅推介，記得訂閱呢條頻道、讚好同轉發呢條影片。呢度係財經大排檔，我哋下次再見。